恭喜拜你主。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。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。咱同齐来敬拜。
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怀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怀中，万家将天塞爬拜，心心敬拜你。这是圣洁所在，神在这家，就来跟向，用生命敬拜。这是圣洁所在，神在这家，神的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怀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怀中，万家将天塞爬拜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怀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怀中，万家将天塞爬拜，深深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全心敬拜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敬拜你主，我
主你感恩我敬拜。主啊，唯有你鉴察我，唯有你认识我。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的力量，成为我的引导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恁着按摇花唱新的歌，着按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。伫个房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。因为咧房的上帝拢是虚假，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。
百姓中的逐族啊，恁着将阳光、关灵甲阳光归予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的阳光归予耶和华，着用圣洁的状态来敬拜耶和华。伫咧榜中着讲，世界坚固无摇动，愿天欢喜地快乐，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因为伊来啦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阿免。至圣的主，请你来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因的家庭。主，请你来。一个礼拜堂是你充满的所在。充满在这地，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的经历。歹，咱顶来吼，因为设定了。神的请你来，充满在这地，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的经历。圣洁，圣
我眼睛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尊重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尊重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，我呼求圣洁，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呼求圣洁，圣洁归我主。尊重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尊重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，荣耀归我主。荣耀归我的心唯有你，我的灵渴慕你，我全人献给你，一全心赞美你，举双手敬拜你，深深说我爱你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渴望亲近你，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使我灵的满溢，充满我，接近我，更新我。
浇灌我，使我灵得满溢，充满我，接近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滋润我，让你爱来围绕我。我一生，我一世属于你，充满我，浇灌我，使我灵得满溢，充满我，接近我，更新我，充满我，滋润我，让你爱来围绕我。我一生，我一世属于你，我一生，我一世属于你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充满每一个阮的遐的姊妹，互阮真正经历到你点伫阮生命中间迄种的快乐，互阮毋是干那伫阮的心思意念来相信即个信仰，互阮真正来享受你圣神点伫阮生命中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主为着咱，伊所享受的圣神，是超出咱心思意念所想象到、想象袂到。主为着咱，将伊的圣神降伫咱心内的圣殿，咱来领受伊的圣神。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咱的上帝讲，伊要将伊的神来管压伫咱，甲咱的子孙，伊也要享受咱各种的福分。拼空咱的心，勇敢、欢喜，邀请圣神进入你的生命中。互咱的心思意念无搁再烦恼跨入，互咱的意志安息伫圣神的怀抱，将咱所拄着逐顶好的事来仰望咱的上帝，伊要掌管，伊要掌管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
所人民愿，主啊，求你人民愿，基督求你人民愿，主耶稣人民愿。咱所领受的，是对天而来上帝的圣信；咱所领受的，是对天而来上帝的圣信。咱要享受上帝的灵，咱要啉圣神的活水泉，伊要互咱对一个真罕慢单纯的人，真侪属伫圣神的行志，是上帝尊贵的行志。愿咱吐出幸福拼空，咱用自我做中心的主张，实施咱的本性若有问题，愿咱伫圣神的内底来定头生。主愿将阮生命中有问题的灵命来仰望你，主啊，求你甲阮医治，甲阮清气，甲阮透放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咱是属伫圣神，踮伫咱内面的圣神，比伫即个世间掌管的一切拢搁较大。踮伫咱内底的圣神，比伫即个世间一切的人，也是灵界的气力，拢搁较大。咱若经历着圣神的充满，咱的心就要得到开阔。咱若甲圣神同行，咱的心就要拿开阔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。踮伫咱的内面的圣神，要教咱两项事。第一，要教咱明白咱的人生所有一切的大小事。咱的圣神嘛要教咱明白上帝的事，因为圣神准托上帝的奥妙，圣神踮伫咱的内面，嘛要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知咱的人生事以及上帝的奥妙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基
就知咱的心是上帝所徛起的圣殿，圣神要踮伫咱的心内。这个圣殿是圣洁的，咱就是上帝的圣殿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。咱是上帝的囝子，阿免，要相信，咱是属于上帝的囝子。伫这个圣神降临节，甲上帝讨圣神所赏赐的品格、恩赐、甲能力。以赛亚第11章第2节、第3节，当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底。咱要有7种的能力，7种的圣神的品格，就是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财物的灵、敬畏耶和华的灵。第3节讲敬虔的灵，就是掠敬畏耶和华做咱的欢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愿恁众人领受圣神所赏赐7种的品格、7种的能力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，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。咱同齐用主甲咱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咱继续奉耶稣的名，甲圣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咱追求甲圣神有亲密的关系。阿们。